有暗黑无伤怎么哎会。是韩国人呢？哦，古腔啦，宇秋啊，他每次自我介绍都说나는 조청준입니다。 조청준입니다。 你们会觉得有一天要邀请你的聪明儿 Q 他的来闭嘴吗？对着镜头讲一下，哦吗？介意吗？哦吗？干咩不连续？对啦，那你给一个最帅的吃，我就看你怎么决定。好啊，你最帅，怎么可能？准备吗？好好吃哦。哎，来，Andy 表演一下。啊，那另外一端呢？谢你我看夹的，好好好好。好，拍摄拍摄。很棒呢。先让我看一下吹谁黑马。好，木樱桃。啊，俺点蛋，该不会给我真的放苍蝇进去吧？真的苍蝇是不能吃的哦。等一下，假如真的是苍蝇的话，你会怎么料理？点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来加油！要加这个你们同队的9598同队的。切的很漂亮，不知道是谁切的。你接的。你那边自我老王卖瓜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嘿，中白跳。今日東火軒呢來到塞港亞島嘢哦。嘿，大排來到兩片嘅區啲哦，高速公路就下來20個很多，棟到嘅蝦架串燙。哦，真嘅，有嘅塞港亞島嘢哦，真嘅係食份啊塞港啊，還有董事啊亞島嘢，全部係都台中亞島嘢客家吃咯，還有新社亞島嘢。對啊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還有聽友鳳琪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毅，大家好。你好。好，稍等下來分享到係風吹潛水站，當天以下我係兩個表姊妹嘅，分享到係邱永琪、劉蕭永琪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呦，兩首咁當天以下嘅。咱最今日分享到嘅係聰明愛佬嘅蛇龍我強校吼。哇！請問老茶窗姐。哎，怎麼長得那麼像情侶啊？哎呦，那個關係要跟大家是聰明愛佬蛇龍嘅關係，也係這個情侶嘅關係。聰明愛愛，你家嘅聰明愛哦，嘿，但是我有暗黑無怎傷哎。麼會是韓國人呢？哦，古腔啦，宇秋啊，他每次自我介紹都說나는 조청준입니다，是不是這樣講？ 조청준입니다。好，現在問一下啊，有個姐姐請教一下，都塞港亞島嘢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冇？塞港水壩吼，啊，較上來關於食煮嘅甜嘛，啊，以前呢，豐原到東市嘅個火車路啊，點火車冇行嘅，嗯，啊，實地講煮車，去嚟馬到東市啊，差不多700公里。啊，迄度講東市嘅轎車條有按客家嘅文化，當到好食。哦，客家文化喺禮拜日看到嘢啦。當鬧嘢，有客家嘅島嘢市場咩當到好食嘿，咧？錯係。啊，啊，還有阿蕭記，都塞港亞島去那約飛。兔牛誒，哦，兔牛客家文化個。當好了，希望吼大家吼，當來啊，兔攝影來啊，了清楚啦。挺好嘿啦嘿啦，啊，你下問一下咱水兩片哈，我們那個聰明愛美佬大家講一下，攞到實講兩片就買個好高好料。那是人家聰明哦，又不是你的，一直叫人家聰明哦，人家的女兒在那邊，你一直叫人家聰明哦韓。國人，人家都叫我那個懂吧？客家朴敘俊呢。我的老天鵝！好啦，問一下吼，請問姐啦，攞到實講兩片就買個聽錯去搞，聽錯去學嘅東西嗎？有啊，熱氣球啊，要擺去鬧熱咯。哦，熱氣球。係啊，長征你敢做嗎？我有懼高症。做熱氣球就不敢了哈。哎，對。你太衝啦，給他面子。冇啦冇立係你，反正他一排真貴呢。哎，長征躺些他到嗎？聽得懂客家話嗎？聽不懂，聽不懂。還好那一句他聽不懂。可是我記得長征，你會做種樸食嗎？你是廚師嗎？哎，對，廚師。做哪方面的？中式料理。哇，那你今天要來跟我們 PK，你會怕吧？哦，還是因為我們都是媽媽等級的哦。哎，哪媽媽2個媽媽等級加起來應該不是我。好啦，馬上就要看一下鐵錘手機嘅食材係乜嘅。好，莎莎打開了本大家看一下鐵錘頭只聽嘅食材係乜嘅咯？哇！醬鳳梨。香港啲嘅，你個吼，不用都懂到吹啲都懂合適嘅。
我猜下层该不会叫我们单吃吧？不可能，哦，應該係太殘忍，太殘忍。係啊，馬上呢，就來分享到今日張鳳梨嘅牛年系列一必連記。紀蓮姐，哎呦，你牛大家好，大家好哎，。你係鐵300係嗎？ T300，而且咁每嘢來都來過。我有了。對啊，你們全家都是一家之主。誒，真嘅，你一家之主當好看，當好教嗬，好教冇？好高哦。好教啊，。今年嗰度你一片係主菜，也係小唔雞。係啦，小雞雞將黃自家要做啊。有啦，安咯，喺出個晚就做好了。嗯，而家偷鳳梨嘅時，要偷嘅黃啊，也係講較長嘅。誒，有人講青啊好，有人講黃啊好。那你知道咧？我未做青，未做黃啊，啊黃係香。哦，誒，安尼。要拿來整嘅啊，煲湯啊，就香炒菜啊是的，全部都做得。哦，那而家幫大家看下今日，哎呦，哇！黃梨苦瓜雞湯，你自家煲嘅啊？大早6點就去買雞，真嘅哦！啊吃啦，安尼較吃沒有？啊，該地背都該頭係嘛嘅頭啊？還有菇，還有不是什麼？哦，還有跳布、跳絲啊！哦，對，頭絲哈。嘿嘿哦，呀吼，真嘅食落去過後，我會轉感，誒，要種甘我草，會轉感到一三馬樓，每隻嘅最強啲都全部都轉感。誒，當真的，唔是滿聰明愛，有呀，啲也沒有聰明愛。那是按樣嘛看，啊，碗就收起來。規碗是強強的，你是要續碗是不是？冇人哎呀，我煮一波啦，我煮一波來呢，注意太冇來，等下睇架強下來先。很好哦，好，等一下繼續來選好嗎？嘿好，要買衣帽，兩位姐姐，好些我，是冇，咁好食真好些。那老二自家煮嘅比起來咧，嘿，好食，更甘比較好較好食。好，今朝嘅時間到了，今日就用一個菜題啊嘅張鳳梨，強下來做體育館嘅料理挑戰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題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今日一個張鳳梨挑戰哦，我知道講咧，應該做變化非常的多。唔單止煮湯嘅、煮粥嘅，要整嘅咩都做得。來堂課那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啊，做醬黃梨炒肉絲，張梨炒肉絲，啊，好食。媽媽嘅味道，見到媽媽嘅張鳳梨炒肉絲。哦，你嘅咪係媽媽哦，聰明我做，今日做嘅料理係馬介。凤菜繽紛意大利麵，係哦，看做中串嘅師傅，今日會做意大利麵。哇，繽紛的意大利麵哦。好，當其他吼兩組感覺起來係無強嘅菜呢啦吼，睇自家有信心冇？有冇？有。信息好，我係有信心，我加油咯！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！開始。今日嘅挑戰啊，講真也易困難。可能一下呢，只有一個細郎多人嘅吹，對啊。要給他幫忙，而且還要給他廚師，然後給有天聰明的人，根本就是一個必殺決戰。哎呀，等一下假是讓尬吼，我要站在中間。對啊，作為女婿的亮三年，你們應該很懂這種心情吧？你們會覺得有一天要邀請你的聰明兒 Q 他來比賽嗎？來對着鏡頭講一下，愛嗎？願意嗎？愛嗎？做對啦。會怕，會講。啊，來這邊。張鳳梨係這做的哦，啊，自家做嘛誒，啥做的？自家做誒。哇，嘉賓，我看佢兩三感情都合作無間，嗯並且見朋友來，哎呀，而且走點順勢有發現到嗎？有。好，等下張都進來哈，加油哦！好好好，請問姐，問人問鳳梨挑戰，我先問一下，好。該下佢三沙講吼，聰明愛到蛇龍吼，當中地戰架呢，會嗎？哎，我覺得等一下，還好長征聽不懂。我覺得是假牛老心球較會嚴格，聰明愛老細郎不一定。你自己開始。伊睇無吼，按係罵佢，伊睇無啊，伊就無要緊啊，嚴格咩事唔要緊啊。從你臉下講佢糖些的啊。他唔是啦，你講，他說你很帥。對，對他說你長得又你高他女兒超棒的，超溫柔。對，哎，我們會上字幕哎。你們
不要看播出哦。对，笑得很诡异啊。问一下吼，因为今下记得做嘅凤梨调酱，你看他刀工超好的。那我们这个是自己做的吗？凤梨调酱？应该冇做，佢讲用买较快嘞。对啊，省时间嘛。现在是什么效率的时代，对不对？骗人做的当我先，俺来做的冇一定啦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为什么都是长征在做？当然啦。请问这一定要来。俺来叫你问问这2位，你会让崇明儿住宾雅先生吗？没啊，对啊，日子就干苦。而且他们2个也是厨师哎。对啊，阮去发挥啊。好啦，来做机啊10年的吼，啊佢安尼后3年要发挥啊。那长征你来介绍一下今天你准备的食材，跟你打算怎么做？好，我打算用这个彩椒做缤纷。彩椒4种颜色做缤纷，还有黑色木耳。让整个意大利面看起来很丰富，然后再加个虾仁。所以我们是做干的吗？还是有酱的？带点酱汁。所以等一下你会自己炒酱喽？对，会自己炒酱。QQ 啊，绵绵呢？请问这个焖鸡啊，还是焖鸡凉菜？很少人吃意大利面会吃绵绵的。没有。那个继续看嘛。冇讲动手差不多分啦。唔过很硬硬。因为等一下还有继续炒嘛。爱看实地嘞。你要不要给他检查？对，我觉得交给专业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相信专业哈。因为等下还讲冇得到分数。丈母娘。那你们慢慢哈，我们先。东香呢？你要干嘛干？当好吃咯。种梦里的啊，种梦里哦。系啊系啊。去甲做的哦，去甲做的。讲到去甲做的东西哦，那个小拢是出来的。哇，会吃哦，会讲袂大多。唔係，你唔係唔係。去去甲做的去甜米汤。我刚刚有期许哦，去做的酱风你冻甜呢哦。不要忘记，这集主角就是姜某。对。所以我们主角要明显吧。但没有不明显。走对啦，那你给一个最帅的吃，我就看你怎么决定。啊，你最帅，怎么可能？走对吧？好吃哦！变的是要较夹的。好。拍摄。很棒呢。去做的酱风你冻甜呢哦。不要忘记，这集主角就是姜某。对。所以我们主角要明显吧？超吧。黑醋算呢。无醋啦。差不多3汤匙哈。好。我爱用水呢，等下会帮你收汁的吗？水唔是，唔是水，你要出汤。好。等一下系咪加葱的时候咧？我都饮唔是，唔是，啊，咱入冰落去度，冰落去。好，刚刚差不多了。好，该片了哈。别出梅啦，别出梅嘿。那你们刚刚炒的时候有加什么？让我来Andy讲一下好不好？绞肉先爆香，炒出它的猪油，然后再加蒜头，还有我的配料。你的配料是什么？彩椒哦，彩椒、洋葱，对。然后我们炒好之后，放一点酱凤梨。那个汁要吗？要带一点点酱汁，但是也不能太多，太多的话可能会你在讲红队是不是？你有看到？不是，因为也买配你呢，我们自己做的，不一定米都。略炒一下 ，OK。米永远摸切啦，这个木耳。我们这次是穿了不一样的品种，这种比较脆。我会带点糖。我凤梨本身是冻甜的，它会加糖哈。它凤梨本身就甜的了。然后我会加一点酱油，要中和酱油的咸。等一下啊，我刚才没有看清楚，这些都是因为做菜受的伤吗？对。他真的很认真，静雯姐，你选对女婿了。但是他真的很认真。连夜登早的。连夜登早的，都还不一定找得到哎。这么棒的女婿。好，一道会通通。要通过。通过呀。那为什么不直接拿来这里捅呢？它只有腥味是不是？酱油梅头啊，通一下。你就只差把客家话学好而已。对啊，真的。你等下做嘛干？我们等一下就是稍微烧一下，让它的菜入味，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意大利面，收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条嘞，豆嘞？豆也是最后再下，因为它很快就熟成。对。好，那这样烧多久啊？
大概5分钟。5分钟哦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加油好，哦！加油！来，吃蜜头，吃蜜头。哎，敢没有不连线？走对啦。好，那你给一个最帅的吃，我就看你怎么决定。好，啊，你最帅，怎么可能？我想对我们你哦。哎，我们家粉丝团被退战怎么办？会有一个秋女。所以你们退你的战。好了，所以俺吃差不多了嘛，哈。好，啊，等一下重盘重不能酱了，穷一两沙穷龙酱，好吗？小点你也可以试试。都在吗？做对吗？做对。好吃哦。哎，好，时间倒数到了，看到了，来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困难，踢馆底度那副凯米西靠后生嘞。哇！来，凤梨挑椒哦，编发出来的料理看得出来，你看亮嘴吹什么香药？现在吃看我们这个有妈妈传统的蜜头，这个做个凤梨哦，凤梨酱哈。对，好吃吗？超级好吃哎！是呢。酸甜酸甜，酸甜哈。真嘅浓淡的，有港年的梅草嘛？有，有呀，好好就是。而且同样甜盐的那个糖醋酱的感觉。姐姐应该下讲嘛该，应该下讲马上听出而且酸甜的。我知。我知，又性感音吼，好食该酸甜的呀，对不对？好，蓝万是蓝队的。哎呦，哎你个哈金哦，摆到冻墙的玫瑰花呢哈。永伟长黑正确正确的吃意大利面给奉劝，你们都吃的太含蓄了。来，哎你表现一下。啊，那另外一端呢？剪掉，赶快剪掉。好多嘞。人家聪明漏了哎哈。穷尽干嘛干？讲好吃的，就空空啦。然后是哈，修永进知道哎，好吃。好吃。妈妈自己觉得嘞？当甜。啊，跟我一起吃的感觉嘞？哇，好吃。一道号码。他说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哦，啊，长征自己讲一下。感觉还可以，再稍微软一点。哦。口呢哈，就对龙应该哦，我们好食该硬，它口感比较多。可是因为我自己啊，几个好食的哈，比较硬带有个面。更好食。哦，竞争的时间马上就来喽！先抢你的鲁师傅抢本分数。耶！这都1分的哦。好，现在看一下嘴巴还有食物的徐师傅，强笨不说。耶！哎，因为应该讲你嘴巴堵汉就学不系吗？没有。好啦，卢师傅讲看。即个讲面两片猪骨下咧酱凤梨，你会讲炒咧肉，后期咧酱凤梨配啊肉啊咧配下是咧含有酱凤梨的梅头。第道去吼，这大道是讲面条的抹梅头，我是落个酱的梅头，应该应该落个酱凤梨倒下油下猪酱油梅头，我是落个的酱凤梨的些冻咸。凤梨要把它剁碎来下去煮，比较有味道。因为因为意大利面这煮的时间好油啦，所以可能我们比赛关系也没有煨到它，系冇？好，咩？两片都做冻好啦。我本两片的想法是讲，去甲从这等下烫意大利面的 CJU 啊，烫到差不多5分熟的时候咧，5分熟，5分熟的 CJU 啊，从挑选甲卢师傅讲的，应该酱凤梨的梅头摸出来，你咪做咧剁油，你咪做咧酱凤梨渗落去炒。水表海凤鸡加酱凤梨的梅头，红果合淡点啊，然后再将那个意大利面的酱汁又熟到个意大利面开始冻哦，而片又啊，佮个酱凤梨调到冻度吼，佮个酱汁又啊，正经讲是落油，唔会讲香甜、香酸、度好，所以应该本两片两片拍摄。哎，俺就只在盐呀，昨天调香下么？但是不是我的面就有味道了？应该基本上啦，我觉得可以。多了冻好些咯。等下做在洗款了。啊，你留下去考虑到他那个等一下回家的下场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因为
因为不光是养到钱呀，养到礼物都是归丈母娘的，对不对？还没结束啦，我们还有另外一关呢。是这样，系啊。没错，好，体育馆呢拥有嘅王力挑将用下来做料理嘅比赛，唔够生下来。今日来看一下你嘅卢师傅做的拥有嘅食材，编出马家睇清下上唔到嘅4個料理咧，用下來看下咯。中埔素卤菜。好，又到位卢師傅我來表現的時間嚟哦。今日盧師傅帶來嘅料理有乜嘢名誒？上網里好菜。好菜哦。啊，準備嘅食材有嘛？食材但是我係攞咧鳳梨苦瓜雞嘅概念拿出來用哦。我準備有雞肉、苦瓜、紅菜頭、香菜葉、香菇咧燥嘅香菇，還有XO 醬，我係識講緊咩係聰明去做嘅哦。聰明愛做嘅啊，呀聰明愛做嘅啊。係啊。哇，現在都拿出聰明愛出來嘅。係啊，私房料理。還有咧卵撈咧麵粉撈酥炸粉1:1都咧撈。哦。好了，要提示客氣嗎？想必聰明愛的這個應該都是很好吃。一款呢，一個曬有咧卵，還有咧上網里。網里。那你聰明愛做嘅網里用嘅撈皮沙應該食冇嘛強咯。但3年呢都冇強呀。就加的東西可能不一樣嘛。用嘅時間沒有正差，你咧總共有用半年左右咧。韓家用嘅網里面會有正差。哇，都香誒！喺大尾就撇到誒。哪一撇到？撇到，呢度誒嗬，都香。好，雞肉。家驚見料嘅咧，我弄到見料嘅。等下甜甜啲價，喺度老睇呢個講。香菇啊。大概要多稠啊？一半就得咧，一半。講緊呢個香菇哦，係真米酒嘅，所以好香，所以我睇個皮寬寬。米酒嘅香，太入醬嘅啦。唔是皮到安尼梅嘅。哦，全部落去哦。全部都搅拌一起就可以了。嘿，全部攪強啊！不過最主要嘅係要看樣，加有見料嘅，而且還有加外皮。而且東坡海又買嘅東西可以變成拿來切切的、濃濃的穿做那種。好，生好有一油碗嘅鋪盤，睇下有冇有注意到咯？我口水會流出來咧。哦，要攞一些油落去面降力度，噴降力度。慢食到你流口水咯。流口水，一條半食到。我留佢節走來，係冇？係，佢嘢佢大佢細，因為我哋今日地位要生嘅雞肉，所以我哋小哥幫佢傾咧邊邊咁樣。哇！鋪天板嘛，真好食。係，鋪天板咪做得。咁要鋪幾久呀？一層都係鋪到3分鐘左右。因為佢一落去，我在想是不是不用往裡頭這樣管，還會變色。會變色咯。變的是要較急的。好，拍攝。太慢了。變太慢了。腳較可以速度多。佢有甜分呐。哇，你真叫搶時間咯吼。啊，今日帶幾罐來係？係擺醬嘅。喂，你證明講嘢都講你哋都拿出來，係加聰明愛做嘅米濃。米濃嘅哦。係。不過較多講正經做下嘅黃梨條種，正經對都難鋪。哦。因為加到中青島黃梨咩？難鋪啊。在地食材取用。係啊。像這個地位都會出水嗎？多少會因為要生嘅咧雞肉，多少就會出水。應該醬係嘛個醬？醬哦，該是強人用醬網里，哦，還有該沙拉醬，還有地位都有咧小黃瓜啦、甜椒，哦，還有表現啲蜂蜜。哦。有冇加蜂蜜啊？會幫佢甜甜樣樣啊，酸甜甜樣樣。我哋阿頭才有對個秋女姐來講挑簡單哦，對不對？你連大卡車都會開了，這個一定沒問題啦。秋女姐是在開大卡車的。沒有，什麼堆高機哦，堆機都會講小 case 哦。看唔出來，我以為是老師退休誒。你來看下菜色係嘛？好，木櫻條。啊，很簡單。該不會給我真的放蒼蠅進去吧？真的蒼蠅是不能吃的哦。等一下，假如真的是蒼蠅的話，你會怎麼料理？哇！香菜，香菜葉，
香菜。哦，所以佢底袂涂味就香菜，跟外邊味就香菜。有，啊，小哥稍稍好呀，伊個香菜嘅味道就會嚼出來。好，哪一個問題甲可以下？醬王梨泡菜。阿娘就好些咯。哦，應該喺第一擺有人看到也用黃梨豆漿來做泡菜吧。之前呢有人就用表下嘅豆腐魚落去，再加係表米漿落去。第一擺看到的，一聽半夜特別想看兩個阿姨，我姐姐幾想食的。食王梨用半音避免咬舌媽呢。好 ，A 浸湯水 ，B 係浸染水。不過我第一個眼鏡係 C 嘅，就是不要用上水類淺，不要碰到生水啦，好像是這樣，係咪？好，先來猜拳，猜拳馬上剪刀石布，聽錯誒，聰明愛啊！馬上出，先起到兩。剪刀石頭布。來，第一片就係剩鹹啦。秋女姐，你不能這麼帥氣的轉身呢。華麗轉身。啊，因為選 A 呀，係 B 咧。鹽啦 ，B，鹽，啊，風水熊會選 B，藍水是走在選 A 咧。啊，你原本想選什麼？浸湯水還是浸染水？飲水啊！飲水啦，這個太簡單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我發圖啊，好啦 A。啊，到底答案係 A 呀，係 B 咧？答案係 B。耶！啊，跟眼鏡係嘛個？你咧然後做啲抑制咧王梨梅嘅活性啊，所以講你切開落嘅王梨，做啲先冰到染水，你袂浸一下，咁意思做啲食到起嘅香香，唔會割在嘅王梨。那個醬也是酸酸甜甜的哦。係啊。哦，選王梨哦。謝謝你沒關係。穿過兒，穿過兒哈。謝謝你。啊，穿過衣哦，穿過衣哦。聽起來。哎呦，我愛的演戲耶！來吃吃看哦。全聚飯都醬哈。六。哇，這個醬好好吃哦。結果重點變這個該醬誒。該醬啲白都沒有該啊，王梨哦。超好吃哎，醬料當好吃哦。當好吃。真嘅呢。小用錢吃哦，娘白。用喺 Q 感覺滿聽睇。當醬很特別的味道呢，當好吃。伊阿種泡嘅泡法吼，唔係像你說嘅種天婦羅樣，較素菜嘅唔係，伊係說呀低度加個麵衣凍香，重點是裡面的麵衣感覺起來像水水嫩嫩的蛋糕一樣。哦，真嘅，而且給它裝真嘅調到非常好。底本有好吃的。真嘅，10分的沾到，而且還有一個重點，完全沒油膩。哦，真的哦。完全不油膩。如果油膩，我一定只吃一口而已。那你要繼續落去嘛？然後食睇啊，問一下，啊，你食個徐真問一下西師傅，你家下食起落去食到嘛個？我食到該嘅醬香油毛，杜好係軟。啊，嘅香菇有時到有該酒嘅味道。酒哦。酒。啊，你會發？他趕緊做得好起來，能把呀做泡出來時最攪下落去，而且從另外這個王梨豆漿好厲害哦，給他分數，請舉牌。好，我舉這個。我記得。好吃。係 A 嘅答案啊。好啦，家下吼比賽嘅選擇咧係1-1係嘛？2-0咯。哎呦，不應發現到我自己偷加分數。好啦，2-0，咱們家下冇分數哦。我們長征要拿出萬里長征的勇氣了，好嗎？好，沒問題。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。好，馬上就嚟進行最關鍵一關挑戰嘍！料理風綠燈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撒亂紛紛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啊，又到係一個料理風流燈嘅時間哈，特別等候時候，大概你要準備一關嘅時間。
工作人员就变得鬼鬼祟祟的。嘿啊，哦，对啊，因为唔系人看，跟唔系人看，哎，跟他孔洞是一个虚在汉江边款走藏嘞。起来的。对啊，啊我们就偏偏直接打开来看。直接啊，不行不行。好，先来看一下吹谁嘛。好，不阴头。啊，很简单，该不会给我真的放苍蝇进去吧？真的苍蝇是不能吃的哦。不能。该便宜张。哎，这边也有。你公鸭给不赢头，不可能给我放真的苍蝇吧？真的苍蝇总得选。换成模内。模内哦。对啊。那就要看看大家的接受度了啦。对啊。来猜拳来，我们派修勇气。现在 Elio 有玩长针。好，都对。箭头上跳步。啊，好，然后你先选风电，好，好风电。刚刚快走的啦。等一下，假如真的是苍蝇的话，你会怎么料理？冰。哇，有画面了，有画面了。有，来快来喽！刚刚快走的，走的哈。1、2、3，好。真的啦。还可以。我看你怎么炒。妹嘴犟了，一定会，怎么炒都是狗狗的。姐姐，两妹嘴顶硬犟了哦。来。那先绑谁来抢谁？那个的，他在感受感应一下，摸摸看，感应一下，摸摸看。我摸摸哪一个公司？摸摸看。你要公的母的，那你要这样。好，1啊。打快来喽！1、2、3，恭喜！牛棒哎！拍什么手？好了，我对他看你手电话，看摸人好吗？好，1、2、3。给韭菜。那我们自己选。气氛陷入低迷了，这。不然这样子啦，自己选吧。还是我们1人1半？对喽，这样可以。好，这样子。好。那分数也1人1半。哎，这个不，也可以啊。好了，拿一起改。先拿起改。好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报名馆来挑战喽。啊！那个真人问题真係超難題的啦。佢吼頭擺用嘅韭菜啊、快菜吼，可以來衝係無贏。嗰啲佢用嘅全部冇 Q 用，佢嘛贏的啊。就是大家都要贏咯。哦，大家都要加油的哦。好啦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吼！哎，也個有變化呢，這樣做得看得出大家設定很勇敢哈。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哈。好了。跑道。用車嚟用喊，用喊咪是喊喊卜卜嚟到嚟。跑道嘛。还有几张问题哦。等下，忙用后做嘛？你们刚刚是去旁边偷树枝是不是？2只。那个树上少2只。不是啦，迄个很多嘛个牛蒡，牛蒡。你要怎么改？你要有个多下样用吧？我哋先啃香，啃香加个肉来炒，炒嚟吼，连嘛拿嚟炒，切梅就变个腌丝嘅。应该牛蒡有卖切，哈，牛蒡处切角，牛蒡切角，先处理过哦。我就直接来炒就好了，皮要50个，干净50哈，50。抢该牛蒡抛出来给劈啊，它可以做什么用途吗？一般在料理中不能。就是冻烧了，冻烧。煮汤不行哦。我是讲，你会来毛背用个卤来卤肠泡下来，直接做掉高汤啊。对，可是这个其实懂饮用，特别顾男生。试吃哈。对。那我带回台北了。好。我爱在上空改片好吗？好，等下张够准了。等下过来啊。喂啊，好，OK。哇，哎，切到1喉呢。我们这个是要做什么？萝卜糕。萝卜糕系啊，菜挑板的。消波块。那要蒜蓉酱。蒜蓉酱系啊，好。哎，你很配合咯。没错。所以我们是先切挑，长到切块哈，先切条，再切块。先去挑。那妈妈，为什么你用80度来炒这个肉呢？冇咯，也慢慢炒一下，但冇炒火烧啊。哦。等下我们先切料嘛，都备好了嘛？都备好了。都备好了。哎，等葱爆怎么改？葱葱那个葱啊，要吗？愛啦，少許啊。愛啦，嘅切梅啦，切梅。哇，好黏哦！燙一下，燙水啊。是問一下，因為應該都有手多蓋，嘿，是那個白山。那請問這樣的優勢跟劣勢在哪？這也可以生吃啦。啊，牛蒡可能就吃都不會鹹啊，這樣的。哦。這個是，所以你要做，唔是用手，你要做在上旋。
做得上身，你做得试试看啦。你看长征夹给刀工真运动哦，我手这样过去，它都不会切到。会你去啊？我帮你切到你。好，你好，先不用嘛噶，布头是的啊。也不用。这布音啊，布音也不用阿姨嘞。那请问这个也有一项嘛，对不对？一项。是的。在问我们吗？头先一说。做的是啊。有项目。有行哦。有项。那是一定的。好，哎，加嘛嘅。一個辣椒蒜頭啊。辣椒蒜頭。係辣椒蒜頭。我覺得實哎唔會咧，辣椒蒜頭。哎呦，唔係燙辣咯。anh nhìn用冇衝，衝不變哦，用啊。太火嚟啦。用我衝不變嗎？用啊。啊，有啊，這話有啊。但是會不會不夠？啊，用啊。唔過辣力順。哦，好。有冇？有邊度辣乜？強大的應該都要狂改片好咧，好冇？哇，會燙鹹冇？沒有，你不用按動，你有先試看看嗎？哦，嘅見到個安尼好拄好鹹啦，啊，人家冇吃啲嘅安怎飲水尤其鹹啦。吃看啊！等下加水啊，做對加水啊，加水會彈。米酒啦，米酒未做得咯吼。再加啲咧，哦鹹喎，再加啲。安尼是在，米酒用嚟。調勻了。我攞米酒嘛。請問師傅啊，產米酒。來，請問來，我用開了。你這個天數哎，你6升沒有哎，你要不要用？你要不要用這個儲時天數？現在差不多嘞，差不多嘞。好啊，好啊。來，請冷靜，請冷靜，在家裡有大人。哦，修永記。Hello。哎，等一下，可以先讓他把那個草切一下嘛，哈。好，你先切。怕啦，時間就辣了。我跟你講，師傅只花10秒就剪頭嘞。好，你先切，你先切。好，你先切。好，剛夾下你就了用牙嘛，哈。好，來兩手強下講哦。對，然後儲時天數嗌哦，預備起。師傅聽幫我嗌。好。忙哦，我們切馬莎。哎，要選哪一隻？馬莎好難刀。好。來，姐姐你要選啊，你選老公啊。選哪一個就可以了。你要選盧帥哥還是許帥哥？我選老公哦。我看嘛是算你好啦，算你。好。對，你當選里長了。恭喜恭喜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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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同隊的。9598。同隊的。切得很漂亮，不知道是誰切的。你切的。你那邊自我老王賣瓜。好了，預備。開始。好嘞，而家送拍隊先不用阿姨，用啲湯啊。我吃嘛，吃嘛。哈。哎，今日同吃。等下我吃下米頭哈。時間夠一半的哦。哦，我請問，哎，姐姐嘅食物，你家下要講，B B B B， 都要變下來哦。米頭做乜？我睇到咧。差唔多誒。係，啊會變呢啲水。辣椒芒變哦，辣椒落去切一下。師傅，給辣椒芒切。水都亮。好嘛。姐姐，姐姐。好。然後你係牛蒡哈，俾你煮嘅咧。倒數5、4。然後呢？3。等下給太婆幫你掃落哈。而家牛蒡係煮。去每人用來，小龍姐，你哋下做啲切咧。哦。好，你哋每當咧葱花辣椒變下去。辣椒會唔散到？時間多。辣椒會唔散到？該冇。唔是，不給你炒水分，不給你。辣椒會唔散到？偏多咧。唔會辣啦。 OK， 好，咩啦？好，交俾你啦哈，來交俾你哈。好。好，來，咱準備有用拍嘞。咱準備有用拍嘞哈。對。廚師天數奶。然後我要請長征講，要講客家話。廚師天數奶。廚師天數奶。廚師天數奶。不錯，來，我選奶沙。徐師傅。徐師傅，來。好。備料都備好了哈。對。好，那我們5秒鐘計時開始。計時開始。在幹嘛來？哇，好漂亮的顏色哦。有點像蒟蒻哎。挑絲會不會太少？該便宜就較通，你要便宜愛嗎？
俺个是梅头煮切都懂讲哎，不得不说长征切得很好， 30秒过去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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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加油！我加这个你们同队的9598同队的，不行啊，师傅，我呛米酒吗？还是要呛一下甜酒？不用哈。好了，好累啊！那最后帮我们摆漂亮来。赚到了你们。哎呦，就传导哈，有传导哈。 7、最3、后2秒给你摆 pose。耶！ ，IS 翻新哦。喂，嘿好，那我们给个高丽风吹可能，你要就吃可能米头中医嘛哈。好，叫叫好，叫叫，走队长，叫我啊！哎，你活了呢，姐姐。你吃米头嘛？去米头，好嘞，师傅去就好了啦。你是去啦。我2下金总得让你起款的哦。那我们就要倒数喽。好，好，差不多嘞哈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倒数了哈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馬上出嚟試試看啊！又最杯米館咯，呢副卡真係你嘅太重譜咧。哇！好，兩個呢就是無腔用色彩嘅無影頭哈，來先試試看那風水好嘛？好，哎，雖然今日全摸手都該韭菜哈，對不過梁祝哦，卻走得動厲害，真嘅，把這個食材本性拿出來了。來試試看啊哈。哎，要跟牛蒡牛炒當好食，当后生，哦，嗯，哎，你的主改牛真的很棒呢。真的好吃。許榮堅感覺咧，你知道咧？用吃了好吃啦，好吃了哈好吃嘿。來感覺有個切切魚線手竹筍哦，当后生，像竹筍就用切切呢，那个牛蒡炒的还是脆脆的，不会烂烂。唔會爛啊哈。当后生，解下含鏡頭會強硬哦，結果唔會呢。它這個口呢係最尾盧師傅就加也是改湯，所以我覺得還蠻好吃，鹹甜鹹甜的。好脆哈。啊，咱水感覺咧，請問姐，你知道咧？有康硬的出，哈，康硬，不過好真脆，挺切，啊，長征覺得呢？很脆，有點入味，很入味。很入味，我們這邊一直說绞肉炒得好吃很香，他說你絞的肉很香，绞的肉，绞的肉。绞肉很香，菜吧，炒完肉較香啊，有更香啦。有見用過哈，係要煮出仔煮更香啊。一定要見用。像這你上來食款嘅快餐係嗎？嚇，好啊好啊，這個三好啊好啊。要試看啊。好，大家來試試看哦，快餐無影頭，哦，沒動香誒，蠻好吃，好吃。哎，又好食呢。你大家蠻懂切當好吃啦。冇上到快餐咪做得做無影頭呢。对，是很脆呢。也很好吃的。因為快餐基本上它就黏黏的黏性。嘿嘿，黏黏呐。但是蠻辣的。其他同款，長征給一下你的那個聰明 oil 一點點自信，趕快講評一下。講評一下，切得很漂亮，不知道是誰切的。你切的，你那邊自我老王賣瓜。其實你切都懂好啊。對啊，俺還叫我按我也還給聰明 oil，然後說切得蠻棒的。他就因為說把女兒生那麼好。妹，炒得東一味。哎，那你自己覺得嘞？你自己知道嘞？食得要打格在，杜拉夾仔，哎，那個菜，一磅拍汗，蹦拍汗，嘿，哦我來一碗拍汗，要不要拍汗？你嚟幫拍胖穿落去。嘿，冇錯，動好學，動好學。見咗嘅時間到了，真係當見咗，因為頭前呢風水都2分哦。馬上先來看一下盧師傅搶本分數。因為他很安喲。七師傅決定白頭一下咧。身為這個蛇龍哈，你要共體時間，好搶本分數。好，有啦。來，盧師傅搶公平。迄領導吼兩邊咱梅頭可能國家沒有，但是政策度這無影頭的超市咧投市的項目，領導可能是投市好少，因為好少冇該投市的項目，但是可能還有辣，可能挺辣對不對？嘿，這政策度梅頭的樣嘢。啊，七師傅你講看。好，俺冇半兩片，俺上班係講過，
像个炒个苍蝇头，又这样讲，炒到个早熟，什么香油啦。我袂不良片的，上海讲，你看，佢个看到整体上可能有燥燥，你是到个角落，你是到肚头，你有是到个山药那个头时，是到油不错，调味油调到冻好，炒完你咪冻厉害啦，是吗？我帮长征解释一下，就意思说叫你亲一下你的聪明哪有？他骗你的。好啦，今日嘅見過也嘅比賽過後呢，風吹得到嘅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，耶！恭喜恭喜！好，等下你有没冻好吼？咱前面做得到5合1的煎炒锅，又煎又炒。好，总不你这个唔会打机哦，唔会啦，还有打下伊会死硬哦。唔会啦，休息了，恭喜！好，感謝。好，今日嘅比賽正係浪費起來，先來睇下你嘅秋田宮嘅秋五季，兩擺參加有乜心得，留睇下分享一下。然後今日就聽到個安尼一家煮，係啊，個節目啊，原本嚟嘅老人家來兩安尼參加做嚟嚟發揮啲節目嗬，所以講啊，真感謝你啊，一家煮嘅天視台安尼嗬，真感謝大家好教。小勇基本咯，其實人家本身係懂搞笑嘅，要不參加有乜心得，留睇下講一下。你參加啊，真歡喜啦！你家煮哈，真好哈，真好。你咪都不考接看哦。不考咪接看。哦，看你各位都不考練習咗。練習。哦，你咪過來參加。好，有來兩度過來參加。好，好，等下我們問一下，我們要問一下。嚴肅了，這是嚴肅。長征，嚴肅了。好好講一下，今天回家要怎麼樣交代，以及彌補靜雯姐的心情，來跟我們鏡頭前講一下。只好再拼第2胎。你害他瞬間那個蹦出了2把厲害。原本有話題，結果突然沒有了。動版。回家呢，我會幫我月幕大人按摩，解除今天的疲勞。不會疲勞。有錄影存證，卡斯基貓走哈，你把這個錄影給他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兌現。好，不止今天，累的時候就給他按馬殺雞一下。累的時候都換老婆了。好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啊，最尾問一下情雯姐哦，今日來參加咗嘛感想咯，讓你社攏強下，到大家講一下。哦，感謝人家一家之主嘅節目，真親密，修養哦，無要緊。人家吼真好本讀啊，真歡喜，來學到真多。睇人家師傅吼，個人家主持人按引導，吼，唱冇按引導唱冇。羨慕你哦！哎呦，個細伢子也按將呢，個師傅，你看個師傅咩？哎呦，還有上呢。假使你也提早30分鐘就講出來，哈，分數就不是這樣。哪有？安尼好幾擺將過來參加，感謝。哦，其實有情雯姐哦，佢係專業嘅主菜啦，佢係專門去跳國標舞的，對不對？會跳嗎？呀哈，哎呦，獻醜，媽呀，好幾擺了。5、6、7、8、1、恰。還好沒有跳，還好沒有跳。不要評分，這個不要評分。好啦，今日真是分喜和兩位姐姐，還有我們的曾靜雯，靜雯姐，真嘅哦。真嘅咧，叫下來啊，特別嚟叫下做比賽，因為呢佢下最加上嘅料理呢，加上人嘅愛落去就各無卡度自家嘅特色咯。係啊，大白來到推廣嗬，將感受到嗬，所有嘅年輕，所以分享嗬，所有中普嘅朋友亦可以來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依家蜘蛛就夾來報名，等你來參加哦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